家好，我係周輝牧師。今日我哋邊煮飯邊傾下我哋嘅教會。有弟兄姊妹會問牧師，要走返去初期教會，冇咗大型節目，冇咗專業講道，人人都參與討論，家家戶戶簡單聚會，咁樣冇晒標準步驟，會唔會好容易出錯呢？到底回歸基本有幾難啊？我哋今日一齊反思下，今日城市教會裏邊種種無力嘅狀況，會唔會係因為我哋一開始就睇錯咗上帝嘅藍圖呢？路加福音第24章記載咗一個好經典嘅故仔。以馬忤斯路上邊有兩位門徒，佢哋好熟悉舊約嘅聖經，不過佢係愁眉苦臉，因為佢哋用自己嘅以色列復國藍圖去理解上帝，結果呢，完全錯失咗焦點。直到復活咗嘅耶穌基督，佢喺飯台上邊攞起餅嚟，祝謝擘開，遞俾佢哋。嗰一刻，佢哋嘅心竅先至被打開，眼睛明亮咗啦。耶穌打開咗佢哋嘅心竅，唔單止重塑咗國度嘅定義，更重塑咗子民嘅使命。猶太人以為神嘅國只係屬於以色列，但耶穌話神嘅國係屬於遵行天父旨意嘅萬國萬民。猶太人佢以為救恩呢要靠政治、靠戰爭，但耶穌嘅藍圖係透過道成肉身、受苦、受死同埋復活嚟成就嘅。今日多數教會都擁有新約聖經，但係會唔會都誤解咗故事嘅後半部分呢？我哋以為跟隨耶穌呢就係相信一套道理，喺教堂裏邊坐低單向咁樣聽下道、奉獻，偶然咯咪去下聖經班，然後就等上天堂。我哋會唔會將信仰留咗喺4卷嘅福音書裏邊無限回轉？每一日就係喺度諗喺耶穌裏邊點樣呢？咁會唔會我哋喺耶穌裏邊哪裏都不想去呢？反正自己都軟弱不配咯。大使命就讓嗰啲靈性好嘅領袖去做咪好咯。殊不知天父俾咗我哋27卷新約聖經，其中有23卷書正正係記錄咗一個風起雲湧、唔怕死、哪裏都敢去嘅宣道群體。喺初期教會4卷福音書都仲未寫成嘅時候，最先出現嘅係福音嘅行動。喺新約聖經裏邊，福音從來都唔係一個靜態嘅名詞，佢係一個行動，意思就係福音呢係要宣講同埋宣揚嘅。馬太福音、馬可、路加、約翰呢4卷福音書嘅結尾，不約而同都指向同一個目的，跟隨耶穌嘅群體，本質上就係一個宣揚福音嘅使命社群。使徒行傳第2章記錄咗最原始嘅圖畫。喺聖靈降臨之後，門徒佢哋天天同心合意，恆心遵守使徒嘅教訓。佢哋做緊4件嘅事：宣傳福音啦，團契分享、擘餅用飯、天天禱告。歡喜就係一種感恩嘅生命表現。誠實就係佢哋用謙卑、簡樸同埋表裏一致嘅家庭方式去建立教會。而保羅建立教會嘅總策略就係將家庭作為一個宣教社群去影響倫理。佢選立長老，按立佢哋，然後就放手俾佢哋去管理，讓呢個宣道社群喺全地自發咁樣倍增。呢度嘅策略佢唔係靠行政機器，而係植根於一種生命嘅網絡。各位傳道同工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哋忽略咗其餘23卷新約聖經嘅教導，喺面對逆境同埋唔穩定嘅時候，往往只會冇力咁樣禱告，而且會越嚟越內聚，將艱難放得越來越大。佢係把主耶穌嘅使命縮得越嚟越細。但係嗰23卷嘅書卷話俾我哋聽，神嘅教會要剛強壯膽，喺風起雲湧之間向前奮進。好想咁樣鼓勵大家回到基本，唔好害怕呢冇標準食譜會出錯。當我哋願意打破宗教制度嘅枷鎖，將教會重新定義為宣教群體，讓每一張飯台都成為宣教嘅基地，每個人都可以參與討論聖經，自發敬拜，味道就會自然咁流出，生命就會互相咁樣滲透，
嗰份真誠、激進、彼此平等嘅分享嘅社群生活，本身就係對世界最不可抗拒嘅吸引力。我預備好咗呢道菜啦，梅菜同埋雞咧已經完全咁樣融合喺埋一齊。各位同工弟兄姊妹，你哋準備好告別內聚嗰種嘅恐懼，帶領你嘅小家跨出堂會嘅四面牆，去寫低屬於你同埋我嘅《使徒行傳》29章未呢？我係周輝牧師，我哋一齊喺真正嘅自由裏邊剛強壯膽咁樣宣傳福音。我哋食飯見。好，開飯。